來看這好康的，大家攏要來搶。這是新竹縣的關西鎮的，頂禮拜五是來通過進行發展自治條例，要分5000塊予這鎮內的人。5月29進前入籍的戶口就領會到啊。這消息一個出來，真儕人是前去到戶政事務所。根據統計，這2天呢已經有超過500多人來刷戶口。事務局所的員工呢，逐天都加班做到暗時8點。透早關西戶政事務所內底攏是人，新竹縣關西鎮頂禮拜五通過自治條例，要發5000塊予鎮民，而且只要在5月29進前，戶口設在關西的民眾，攏有資格通好領。消息傳出來了後，連日起未少人把戶口刷來關西。在關西買房子啊？哦，就剛好趁這段時間。對，剛好現在剛好是要辦戶籍的時候。哦，這剛好可以也可以賺這5000塊，就對了。還會買新房子，所以全部人都搬出去了。搬出去。對。OK， 那現在就搬回來了。對。根據統計，拜1到拜2這2天，都500多人來辦理刷戶口的作業，包括戶政單位同仁，逐天加班還加到暗時8點。星期一大概230幾，然後到昨天大概就超過280幾了。平常正常5點下班，然後這幾天可能加班到晚上大概8點多。人口數在代表會議決之前呢，我們是26030多位哈。那經過這2天的民眾的配合呢，那目前增加到26500多哈。那我們的預算部分呢是預估編到27000人的預算，我們足夠去適應這個部分。所以說未來3天目前的進度來講的話，有可能達到27000人。關西鎮長講有編27000人的議程，到拜5最後2天進前，相信刷戶口的人會愈來愈多。上緊關西人佇今年8月第一檔領到這5000塊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